什麼是調整反應？在保健及調理過程中，必然會有各種各樣的調整反應，這是好現象，說明身體的氣血還算旺盛，正氣能夠被調動起來積極對抗病邪。一般反應越明顯，調理效果越好。反而調理後如果人體沒有明顯的反應，則說明身體虛弱，反應遲鈍，那疾病被調理好也就會變得緩慢。一、皮膚養糖尿病、血糖不穩定、腎病、肝膽類疾病、寄生蟲病、腫瘤、內分泌紊亂的必然反應，是大量廢物、病從皮膚排泄的表現。二、各種疼痛是由於血流量增強、硬化萎縮，淤堵的微血管開始恢復彈性，後面推、前面倒，會牽拉周圍的組織，就會反映疼痛。有的人反應強烈，有的人反應弱。三、眩暈，這是貧血、氣虛、高血壓、高血脂、高血粘度、痰阻、肝膽氣不足人的表現，這是血流加快的一種表現，是由於原來很慢的血流量加快後，血管收縮能力跟不上，不同步的表現。四、口腔潰瘍，這是人體舌下腺、胃、腮腺、脾、腭下腺、腎的熱、火的向外排泄時，大量的在口腔內淤積形成的，多受口能緩解。五、口乾、舌燥、尿頻、放屁多，原來身體酸性過多，減肥時排出細胞內多年的水分、油膩、廢物等物質所表現的特徵，這是排酸的表現，需要大量喝水。六、耳鳴、心慌、胸悶，這是鼻炎、咽喉炎、扁桃體炎、心臟病、高血壓、腹痛的一種表現，這是活血化瘀的一種表現。七、貪睡、睡不醒，這是體內廢物太多，血呈酸性，肝臟有病的一種表現。肝的排垢糊修復是要在睡眠中完成，這是修復的必然反應。八、眼屎多、眼紅腫、眼疼，這是肝氣疏通上後，眼肉微循環、微血管、微彈性恢復疏通的一種表現，淤堵在眼內的向外排出的反應。九、青春痘加劇，這是皮下脂肪大量排泄的一種現象。十、咳嗽、痰多、伴有氣喘、頭暈，這是支氣管、氣管、咽喉、肺內的死痰、淤血向外排泄時刺激組織的一種本能反應。11、沒有任何作用，是由於你未堅持，量不到，不對症，有的變化是微小的，未察覺。以上調整反應是基於你每年定期體檢對自身健康了解的情況下，可控範圍內調理初期短暫的調整現象，而非長期症狀。只要堅持調理，隨住健康的改善，這些症狀會逐漸消失。做經絡不是有了效果才堅持，而是堅持才會有效果。不是等身體出現疾病才想調理，而是堅持調理亞健康，拒絕疾病，這樣才能讓身體不容易出現問題。